您这骑的这是什么？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。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我给每个人发电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成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？啊，行行行，你骑不骑吧？不骑。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，哎，大小姐脾气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换车。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？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有这种车，能不骑就不骑。这种车骑多了，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。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或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